继续要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公开酒吧病老仔厝，内底有一台120寸的大台电视，也有价值100万好的双面秀。另外，阁一台洗头门的台啊，原来伊真友好老母，考虑到老母坐轮椅出门，无讲真方便，就直接买一台伫咧厝内。短30分钟的影片，一个传到网络，随声上百万人真好闲点入去看，要了解讲郭台铭私下的别人唔知影的另外一面。 台湾上好嘅郭台铭因厝到底生做什么款的？网络红棍开互你看，你就直接把金币这样放在门口。来送你几个，这送我几个是吧？真的吗？对，这怎么好意？这样人家说贿选呢？原来这金仔银角角是假的，不过咱单头甲看。哦，我是2双面绣，你从这边看，从那边看都一样的。我前妻就把它买下来啊，就这个也是前妻那很久以前，对，差30年了。 除了这个有名的名画，因的价值是袂讲值，还佫有这台120寸的大台电视，全台湾敢若有2台尔。伫个镜头进前嘛，大方甲翕出来，而且过档的因厝，还佫有这个洗头的台啊。这个是我妈妈这个在几年前呢，她水栓断了，她每个礼拜都要洗头嘛，这个1个礼拜去出去2次。 坐轮椅就比较不方便。过档的真友好，几百平的厝内底，大项拢有。不过过档的生活其实嘛不是这么啊奢侈。而且郭总，你今天别的皮带也太旧了吧？所以你也是不太换皮带的。这个是，都是比较有历史的。前妻啊，我生日买给我的礼物啊，所以我就一直舍不得丢，因为好像我太在我身边。亲像配搭都已经鼓起啊，嘛唔甘甲单调，因为这拢是过档的对因情某的甘心。我的厨师也是跟着你很久。 帮你做这些的人，我的前妻在15、16年前，有一天我回家，她那时候在做化疗，我们家多一个厨师，我说应该的，我说你的身体不好，应该请一个厨师来。其实我那时候不晓得，他教厨师1年多以后，他把所有的他的从我妈妈学到的手艺，从他全部交给厨师，他就离我而去。严硬体汉嘛有柔情的情调，即马党内的初选，伊的境况是愈来愈热。郭台铭真大方来公开因家己的厝，要互民众来更较熟悉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